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通的时间了哦。恁今日运动的吗？请放起来，同永泉先生同下运动的哦。今日永泉先生要教大家是伸展瑜伽，请放起来，同下做运动哦。今日请恁拿出弹力带，唔看后背，先生要拿出马甲。好，无弹力带唔怕哦。平常无爱做嘅mặt學褲襪都可以來做代替品哦，嗬。咁更加來搶通下，拿出來你嘅mặt或者有彈力帶嘅，夾加去拿哦。準備好嘅嗬，搶兩隻手拿好，好可以發講下講話，別合不合，搶撈一起，好抓緊它喲，好這樣。旁边拉，训练手背的力量，数鼓来，大口来，数鼓来，再大口来。好，再来停留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做咧。滚轮，刚刚可以捞一个氧气呢，做一个循环，前后，一前一后。讲咱脚踏车用手咱脚踏车用的。更加加上你脚。来做一个交替，一个上，一个下。臀身体热起来咯，接下来臀的脚扔出去，弹力带绑出去，改的深蹲，弯片，竖臀脚的做皮下，含前臀上来人，加加来臀身上来做运动哦。配合你的呼吸，调气，吸气，调气，水面唔行，4、3、2、1。加来拔剑哦，一只手中的你的野位，另外一只手冲，好把你的剑用宝剑绑出去，再数过来，绑出去，数过来，好，也通出好位哈，来加上俺们的弓箭步，弓箭步扔出去。有没有很帅气？来，过来，再过来。好呀，动作主要呢可以训练你的手臂的力，用你的手臂呢来变得更有力。加上你腳，最面上嘅2、
1。好，更加稳片，稳个做树边个叶位，好，底下拔出去，按先练拔剑，数过来。好，我们要夹松啊，奶奶脚弓箭的哦，1、2，慢慢的走，3，臀动作做的确实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啊，过来中间，更加长的弹力带，好，人的天哪下，2只脚，安尼先来做1只脚，人的尾巴也片，好，按2只脚起好来哦，人好哦，好，起稳，先用你的左手底上面伸出去，再数下来。你弹力带嘛有磅数哦，你可以的话可以用磅数比较高的，好，也是有厚度的。啊，从形上呀呢，也夹个泡，好，这是适合老人家或者是你呢，还是平常无按点运动的人都可以哦。松，伸出来，再数下来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数过来，更加来稳片，一样同个弹力带变个天来，个弹力带尾巴，稳个右脚软好，2只脚软好，另外一只手放好，好，莫被溜下来，可以底上面压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更加夹松，侧弯腰，再个多一些。过来，再来，数过来，牙钩侧弯腰，加上弓箭步，慢慢的过来。弯片，来做一个侧弯腰，好，咱过来头刀的方向，好，先脚软好，侧弯腰，手打侧，底面斜上，3、4、
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2隻腳，躝輪。這面的動作，好，第二個斜上綁上去，變一個 V 字形。我剛剛的二頭肌，我個圓，我手臂嘛，我個圓，訓練個手臂的肌耐力。7、6、7、8。最明亮的9、10。好，慢慢的放下來。好，臀的彈力帶放下來。好，臀先上來做緩和，起。頭頭的動作學到了冇？接下來臀先上來學新的動作哦。好，拿出彈力帶，我們要來做暖身哦。好，第一個動作將手伸高，好，在下面再上來，因為底下呢，能手的動作嗰度，好，而臀的手來暖身，轉。打算轉，慢慢地轉開來，轉上去，再轉下來，打開，臀線上通下來做哦。隻手用下來，另外一隻手用個肩條，用個另外對肩條，再來送出去，肩條，用個另外一隻肩條，記得咯，都是。要數下去哦，數放來，數要夾緊。好了，彎片。前輪線上慢慢地做，開合的呼吸，2隻手，再擺。用下來，臀的彈力帶打開來，拿放來，好，然後我的旁邊伸出去，數過來，打出去，伸出去做停留，5、4、3、2、1，數過來。
得数爱伸出来哟。好，做一个扭转。回中间，弯片扭转，请加夹鼓哦，回中间。弯片鼓下来，准备两摆，加油哦！我做好了哦。加糖呢，等一袋拿下来，好，捞起来，好，不用上去，侧弯腰，一只手固定，另外一只手绑，3、4，啲上面绑。咱你做数要固定好，唔可以变安尼哦。吼，一只数要固定好，冇痛。你右手伫上面绑，最中间软片，好，更加变形嘅。好，右手固定好，左手数下来。再往上拔，鼓在中间，更加痛呢，数一只手边的后背，好，边的后背，一只手伸上去，会变的安尼。好，一只手呢可以固定在体型的野位，另外一只手伫后背，顺绳伸出，再数下来，也可以调整的驼背。可以做到我背部的一个伸展，记得咯，我师傅要急紧哦，肚子要数上来，手要伸出，数两个，下来做停留，5、4、2、1，慢慢的数过来，添加了弯片，好，表现的野味，另外一只手上去，好，先不用上去起，跳起的时间放上去，一只手要固定好，冇摇来摇去哦，不用上，放上去。做一个停留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的数过来，过中间，好，
来呼吸咯。臀的脚扔下去，两只脚扔下去，扔下来，两只手好低前面，低前面。记得我绑好来，莫会弹到你自己哦，哈。好，拿好来往上，一、二，也作用臀嘅拿哑铃同样哦，哈，可训练嘅手背哦。四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做停留，慢慢的下来，还记得吗？你上次绑上去变成 V 字，再变下来，绑上去，起，跳起。你剪条变顺哦，唔可以变得安尼，好，为着爱绑上去变呢上肩的哦，好，变顺，用嘅手背加油。呼吸咯，拔剑，弓箭步拔剑，出过来，上，西，弯片，弓箭步拔剑弯片，一。上，西，过来，好绑，数过来，弯片，这面上诶，上。一，来做一个缓和，起，跳起，跳起。起，跳起。今日嘅动作，你學會冇？明日要記得同先生來做運動哦。停，能下次能來了。